心臟唔好嘅人要記住呢三食，三唔食心臟就會受益。第一個高糖食物，過多個糖分，尤其係果糖，會喺肝臟嗰度直接轉化為脂肪，唔單使得你嘅腰圍變粗，仲會引發胰島素抵抗同埋慢性炎症。呢個呢係動脈硬化嘅元兇之一。第二呢，高油食物，尤其係反式脂肪，係壞膽固醇嘅工廠。油炸食品、燒烤、反覆使用嘅烹調油，都含有大量嘅不健康嘅脂肪。第三個高鹽食物，血壓升高嘅直接催化物，鹹菜、臘肉、加工肉製品入邊嘅鹽呢，會引起身體嘅水鈉儲留，血容量增加，血壓升高。長期高鹽呢，就似將個血管呢浸喺個鹽水入邊，會持續損傷血管嘅內壁，加速咧硬化斑塊嘅形成。下面推薦呢三類食物。第一類呢，高纖維素食物，係血管嘅清道夫，全穀物、深色蔬菜、菌類都富含鮮食纖維。佢唔單止能夠結合腸道入邊嘅膽固醇同啲糞便入邊排出嚟，從調節血脂、延緩糖分嘅吸收，穩定血糖。第二類呢，富含 Omega-3 嘅食物，佢呢能夠降低甘油三酯，減輕血管炎症嘅反應，甚至呢有助於穩定動脈斑塊，防止呢佢破裂。對於血脂偏高嘅朋友呢，適當補充益處呢好明顯嘅。第三呢，優質蛋白質，雞胸肉、瘦肉、豆製品、雞蛋等，佢能夠幫助呢修復組織，減少血管嘅氧化應激損傷，跟住呢就延緩動脈硬化嘅進程。希望呢份清單能夠幫到你。如果覺得有用呢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關心嘅人。